我相信冇人唔知道中國第一高塔廣州塔。Welcome to 廣州，下一站廣州塔。其實廣州塔唔單止係廣州嘅地標，係廣州嘅驕傲，更加係我嘅驕傲。關注我嘅粉絲都知道咧，其實我係做建築出身嘅，但我一畢業咧，我就非常榮幸咁去咗廣州塔嘅項目啦。作為一個廣州塔嘅參建者咧，我可以講話係睇住佢從平地起高樓嘅。大家可能唔知道廣州塔其實一開始係610米嘅，因為航空航道嘅原因咧，硬生生咁縮短咗10米，變成而家嘅600米。而且咧，佢一開始嘅時候咧係88層嘅，後尾先改成而家嘅108層。呢本書可以講係參建者先有嘅。喺本書入邊咧，記載住廣州塔嘅從平地到高樓嘅成個過程，亦都記錄咗我曾經入邊奮鬥嘅歲月。有冇見到我啊？我又喺度啦。你睇下，帶住行李箱都要過嚟影廣州塔，可想而知廣州塔有幾大魅力啊！呢段時間咧，其實我好想翻以前我喺廣州塔日夜奮鬥嘅照片嘅，但係翻開手機記錄咧，我先發現呢工作照片咧，以前真係寥寥可數，唯一可以揾到嘅就係我以前作為廣州塔建成嘅時候嘅攝影師，參加活動嘅時候，我同事幫我影嘅呢張照片。我唔知道呢個係咪每個人嘅日常狀態？我哋咧帶住自己無限嘅付出同埋堅持，喺城市入邊每天工作兩點一線，忙忙碌碌，用共同嘅心血去搭建呢座城市嘅繁華人情味，但係從來都冇好好咁記錄。再見。我好慶幸我後來成為咗名攝影師，可以用自己嘅視覺去拍攝佢。無論你係老嘅廣州人定係新嘅廣州人，我相信我哋留喺呢度都係被呢座城市嘅魅力、佢嘅包容、佢嘅煙火氣吸引嘅。還記得街燈照出一臉黃，還燃亮那份微溫的便當，晶瑩的你輪廓太口渴，忍住眼淚才敢吹開。所以發現廣州的城市慢慢拍第2期，我們想邀請你來到廣州的地標廣州塔前面，來看一場最浪漫的日落。我們一起和廣州塔來進行一個合照。主角呢，除了是廣州塔的乾淨水利的高度，還有撐起廣州勤勞辛苦的你和你共同的築起的高度。我們和廣州塔來共同進行一場對話，來送給以前、現在、以後的你。6月7號，我們在廣州塔這邊等你，漫步城市，辦案快門，我們慢慢拍，到時候見哦，拜拜。